好，大家好。上次上網個開示眨眨眼，呢次唔使眨眼，時間過得真係好快。今晚就已經係11月3號嘅禮拜一啦。上一集講到3000大千世界，你哋知唔知喺邊度呢？原來就係喺我哋嘅心嗰度啊！一切為心造啊嘛，冇錯，真有3片。我知，第一片係普洲法界。係啊，法界係蒲雀就威嘅3000大千世界啊。第二片係即增無盡啊。咁咪係喎，個心係可以生出無窮無盡嘅事物噶嘛。我都記得第3片含用空有，又係喎，個心係可以包含空同有嘅喎，咁咪即係空中妙有咯。好啦，既然你哋講到空中妙有嘅話，就引申咗我哋今日嘅主題。主題就係3000大千世界。3000大千世界都係虛空之中所現出嚟嘅任何物質東西，都叫做妙有啊！咁我哋係咪都叫做妙有啊？冇錯，有我，有你，有佢，仲有太陽系嘅8大行星裏面，我哋嘅地球都屬於3000大千世界裏面之中嘅妙有。啊，3000大千世界裏面之中都仲有妙有？切，3000大千世界裏面咪即係天內有天咯。你咁樣講，地球內即係仲有地球咯，係咪？點止啊？仲有地球內嘅地球，下一陣嘅地球嘅地球嘅地球內啊！呢啲都係佛祖喺2000幾年前所講3000大千世界裏面嘅妙有嘅妙有，細到無論，大到無邊啊！今日嘅科學細至無與倫比嘅名稱就叫做夸克。喺夸克裏面都仲有妙有，話唔定呢個妙有就係我哋今日嘅地球。如果喺地球裏面你能夠穿到出去，就係天外有天啊！啊，天外有天，咪又係佛祖所講嘅3000大千世界啦。3000大千世界另一個名相就叫做法界。喺佛家所講嘅法界，就係今日嘅科學叫宇宙。宇宙喺法界嚟講叫做虛空。喺虛空當中係玄妙所有。所有啲乜嘢啊？師父，所有係唔止一個銀河系啦。啊，唔止一個銀河系？咁你敢唔敢講呢個宇宙即係法界啊？係只有一個地球啊？啊，地球喺我哋世間人嚟講就叫做世界，環遊世界啊嘛。世界都有分大世界同小世界。嗱，大家計一計數，1000個小世界成為一個小千世界，1000個小千世界就成為一個中千世界，1000個中千世界就成為大千世界啦。咁咪3000大千世界啦。我咁樣講法，你哋只不過都係認知嘅啫。好啦，如果你哋想認知多啲，咁我就請 IT 組嘅組長釋道山法師，道山咁就用網上嘅科技嚟令大家
更加清晰一啲。係，師傅。IT 組，請去片。收到。即到。當我哋睇到10億光年以外嘅星星時，映入眼簾嘅嗰束星光已經喺茫茫宇宙間飛奔咗10億年，即係話我哋而家睇到嘅只不過係佢10億年前嘅樣子。而家嘅佢究竟係點樣？我哋只有再等多10億年先至睇到。宇宙嘅無窮無盡，平時都係得個講字，今日就等我哋用自己對眼親身去感受下。呢個係一次超高速嘅旅程，每一次跳躍距離都會放大10倍。我哋由1米開始，跟住係10米、100米、1000米，如此類推，直至到達宏觀世界嘅盡頭。1米，呢個係威尼斯廣場上表演人員嘅呼拉圈，闊1米。10米，人群嘅闊度係佢嘅10倍，亦即係10米。100米，一個人10秒左右就跑到嘅距離，可以圈住整個威尼斯嘅聖馬可廣場。1公里，呢個係一架跑車10秒內行駛嘅距離。10公里，我哋可以睇到整個威尼斯。100公里，連綿不絕嘅雲帶呈現出當日整個意大利嘅天氣。1000公里，睇到成個歐洲，呢個係典型人造衛星嘅視野。10000公里，依家我哋可以睇到成個地球，呢個係我哋喺宇宙中嘅家園。10萬公里，呢一刻地球睇落已經好細啦。100萬公里，地球同月亮睇落只係一粒點。1000萬公里，呢條線係地球環繞太陽運行嘅軌道。1億公里，我哋鄰居嘅軌道，金星、火星同埋水星。10億公里，進入我哋視野嘅係太陽，8大行星圍繞住佢旋轉。100億公里，我哋終於可以見到成個太陽系。1000億公里，太陽系已經縮小成遠方嘅一粒光點。10000億公里，已經幾乎睇唔到太陽。1光年，10萬億公里，呢個係光速走1年嘅距離。10光年，我哋頭先飛過咗離我哋最接近嘅行星，用今日太空船嘅速度，需要用10萬年時間。100光年，開始見到一道雲霧，呢啲係宇宙中嘅塵埃形成嘅星雲。1000光年，我哋即將跳出銀河系。10000光年，銀河系嘅一部分，我哋嘅太陽只係當中2000億粒行星嘅其中一粒。10萬光年，銀河系睇上嚟就好似佛家嘅萬字符號。100萬光年，以現今嘅太空船速度，需要飛100億年。1000萬光年，終於見到距離我哋最相近嘅星系——仙女座星系。1億光年，依家畫面中每一粒光點都係由數千億粒行星所組成嘅星系。10億光年，星系團當中包含10萬個好似銀河系咁嘅星系。100億光年，星系團呢形成咗一個類似纖維嘅結構，稱為宇宙網，
科學家推測當中包含大約1000萬個星系團。930億光年，呢個係我哋人類所觀測到嘅極限範圍。呢個範圍之外嘅宇宙係點樣？我哋無從得知。其大無外，其小無內。依家等我哋翻去地球上，然後調翻轉頭，用10倍嘅速度zoom埋去，直到進入一個神奇嘅微觀世界。請仔細觀察宇宙恆定不變嘅規律，亦都請諗一諗，作為人類，我哋仲有幾多嘢需要學習？1厘米，我哋仔細觀察草上嘅一滴水；1毫米，佛觀一缽水，84000蟲；一滴水中嘅一個城市，草履蟲所構成嘅繁忙世界；100微米，我哋走近其中一個草履蟲，可以隱約睇到佢嘅內部結構；10微米，我哋嘅旅行將進入到草履蟲嘅細胞內部；1微米，細胞核嘅深處好似一片汪洋大海；100納米，喺呢個微觀世界裏邊，我哋可以睇到細胞嘅 DNA 鏈；10納米，我哋睇到每條 DNA 鏈由數以億計嘅原子組成；1納米，我哋繼續走近組成一切生物嘅基本粒子；100皮米，我哋即將進入原子嘅內部；10皮米，我哋進入到原子嘅內部，你會發現微觀世界嘅景象同宏觀世界嘅景象係如此相似。1皮米，而家我哋嚟到一個無限廣闊嘅空間，前面就係原子核，佢細到不可思議。如果原子有一間戲院咁大，原子核就只不過係一粒塵。100飛米，不停靠近，我哋仔細觀察一下原子核。10飛米，接落嚟我哋進入科學想象嘅領域，同質子面對面。1飛米，激烈碰撞中嘅夸克。自從1968年科學家發現咗夸克粒子之後，我哋就再冇辦法行近一步啦。我哋已經處於目前科學所能到達嘅邊界，但係呢個肯定仲未係真理嘅邊界。咁夸克嘅再下一層又會係啲乜嘢呢？唯有佛經所講嘅3000大千世界內之中嘅天內有天嘅天內天，咁咪即係夸克嘅下一層嘅下一層嘅夸克咧？咁咪又係天內再下一層嘅天內嘅天內天咯。無論你天內再下 n 幾多層，都係認知而已。我哋大家真係唔知道夸克再夸克到幾時先至究竟徹底啊！好啦，又係最後嗰句，毗盧遮那佛，拜。